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9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3篇21节到28节，箴言29章第1节到27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25到3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找到救恩。捌拄到即种的基督徒，因非常的热心伫即个传福音的代志顶悬。伊既然拄到人，就真热心来传得救的福音，邀请未信者来读圣经、信耶稣，并且说明讲只有安尼才会当得救。也捌拄到热心到病院探访的基督徒。因足爱去到伫病院的病房去为着人祈祷，但是却时常听因对遐个人带院的人讲，恁着爱有信心啊，就会得救啊，只要有信心哦，一定拢会好啦吼。基本上牧师真钦佩安尼基督徒的热心，但是真可惜，因即种的讲法，亲像好若亲像若无有破病好去，也是出院的时阵，到底是因无够信心呢，还是祈祷无路用？就安尼袂当得救呢？咱头前讲，迄种的基督徒伫咧传福音，因若无成功的时阵，时常会听因着后壁佮补一句话讲：迄无信的人吼，会落地狱哦。牧师时常咧想，这敢是真正人咧找救的即种得救的福音吗？无信就落地狱。基督徒基本上甲人祝福已经拢袂赴啊吼，怎样会讲安尼会亲像咒诅的话呢？当然，咱知影毋捌基督、无接受救恩，的确要得救是有困难的。但是得救也是未得救，毋是咱做主啦吼，是上帝的权柄。对基督徒的咱来讲，咱只不过会使真努力来追求救恩，佮真努力来分享救恩，这是咱应该要做的。圣经嘛甲咱讲，上帝赏赐咱的救恩是要互所有的人的。因为圣经讲，主所应允的犹未成就，有人掠做是耽误啊，其实毋是耽误，是要互咱宽容咱。因为上帝无爱有一个人沉沦，伊爱人人拢悔改。这是伫彼得后书第3章第9节的经文。另外，伫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的经文嘛，安尼讲到上帝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子赏赐互因，叫一切信伊的人无得救的无，反得到永生。因为上帝差伊的子降世，毋是要来定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间人因为伊来得救。这就回应到牧师伫第一段所讲的吼。但是这个经文来读了后，是毋是咱会感觉真奇怪呢？既然上帝无爱一个人沉沦，爱人人得救。既然上帝要将救恩互世界的人，是安怎这个世界阁有济无相信上帝、无愿意接受基督的人呢？毋得互全世界的人拢得到救，是上帝最终的目标啦吼，是伊的预定要爱人人得救啦。但是就好若亲像以色列人，虽然是选民，但是因却时常离开上帝的道路，去敬拜其他的偶像。因无法度得救，是因为因无愿意接受耶稣是基督。因无愿意接受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囝，
即个世界也有侪人无愿意接受，虽然因捌听过救恩，但是却无愿意单纯的接受。或者是讲，伫因的心内，因是真心真硬啦吼。好，那亲像箴言29章第1节的经文嘛，安尼讲：愈受责罚，愈固执的人，会忽然间来灭无啦吼，袂当拯救啦吼。安尼最近咧讲的智慧甲愚公，会影响咱有得救啊无？因为有智慧的人会听到主的声音，看见主的同在，嘛愿意领受主的救恩。愚拙的人是虽然看到，但是无要参；听见真理，但是无要采；知影救恩，啊，都无要来。安尼人当然是无够巧啦吼，愚妄的吼。真愿啊，提到这智慧者甲愚妄的这个差别啊，无需爱咱家己来斟酌、来研读，好好来反省。伫今仔日的经文箴言的尾啊，安尼讲惊人批评的会陷入危险，因为伤过看重人嘛吼。信靠上主的要得到安宁吼，所以目睭都爱看上帝啦吼。人想要求君王的恩宠，只有上帝会当来主张正义。义人厌恶不义的人，歹人怨恨正直的人。好，咱亲像约翰福音第3章的经文所讲的，上帝生独生子来降世，是要将救恩赏赐予世间人。但是真可惜，上帝选民因选择受去，坚持固执，是愚妄的啦吼。甚至因讲伊毋是基督，而且将耶稣基督安那掠起来，送去审判，送伊去上十字架来钉死。其实嘛，毋是因为因毋捌基督啦吼。那照耶稣的讲法，就是这个选民所毋捌的是上帝。伊毋知影上帝救恩的旨意，因为因毋捌上帝就加害了上帝所差遣的基督，这个救恩。耶稣所讲恁要敲找赶，但是恁找袂到，因为我要去的所在，恁袂使去。到底这是啥物意思呢？甲咱头前所讲的，改成有冲突啊，敢毋是？爱人得救，而且佫讲袂当互人找到。基督教信仰毋是要互人相信、互人得救吗？为什么要互人佫找袂到，无法度进入呢？事实上，并毋是讲无爱互人找到，也是讲互人无法度入去。咱若照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到第7节的经文来看。耶稣讲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若无正着我，就无有人会通到爸遐去。恁若捌我，就捌我的爸。对答了后，恁捌伊，而且已经看见伊。所以，咱看见耶稣真明白讲着，伊是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管道啦。意思讲，无借着伊，就无法度去到差遣伊的爸迄个所在去。所以，毋是无爱互人找着，是要透过认捌耶稣去看到救恩的来源，较找着迄个所在。透过看见耶稣，就看见上帝，就找着啊。透过接受基督，就会当找到上帝所赏赐的救恩，就接受会到。但是若拒绝耶稣基督，就袂会通称做基督徒。这咱之前分享过，就是讲，这个人其实基本上就是正着安尼拒绝救恩啦吼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需要来思考反省咱的信仰，是毋是咱信主久已经找到主的救恩啊嘛？或者是有啥物代志，互咱好认基督？比如讲，咱甲人的关系，
若说咱对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咱有找到耶稣基督无？是咧讲着咱的性命怎样来表现？咱是毋是有行伫耶稣基督的道路顶悬？就是咱咧讲，若阵咱拄着一个代志，咱会思考讲，若阵是耶稣基督，伊会安怎做？如果咱伫即条道路顶悬来行的时阵，安尼咱就行伫即个会当到伫上帝得到救恩的即条唯一的道路顶悬啦。愿主帮咱。